海拉爾是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下轄的一個州，也是呼倫貝爾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它位於內蒙古東北部，地處大興安嶺西麓、呼倫貝爾草原的中心地帶，是呼倫貝爾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是莫爾格勒河最負盛名的美譽。老舍先生曾到此訪問並驚嘆於它的曲折，稱其為天下第一曲水。從空中俯瞰河道的彎曲程度超乎想象，有的地方甚至在一個視野內可以出現10幾個乃至幾十個彎道，千回百轉，如絲如縷，是航拍的絕佳題材。額爾古納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最北部，是中國與俄羅斯的邊境城市。它的名字來源於額爾古納河，這條河是中俄的界河，也是蒙古族的發祥地之一。這裡匯聚了草原、森林、濕地、河流等多種地貌，風景層次極其豐富。如果越呼倫貝爾大草原是一片廣闊的綠色海洋，那麼額爾古納就是這片海洋中最璀璨的明珠。它完美地融合了草原的遼闊、森林的靜默、濕地的壯美、邊境的神秘和民族的多元。
內蒙古的馬術表演是一場不容錯過的視覺與文化盛宴，它能讓你親身感受到蒙古族與馬之間那份深厚的情感，以及這個馬背民族流淌在血液裏的豪情與勇敢。滿洲里位於內蒙古東北部，北接俄羅斯西鄰蒙古國，是中國最大的陸路口岸城市。這座城市以其濃郁的俄羅斯風情、繁榮的邊境貿易和獨特的城市景觀而聞名，是中俄蒙三國文化交融的縮影。廣場中央矗立着一個巨大的套娃，高30米。獲吉尼斯世界紀錄內部是豪華的酒店和餐廳。廣場上還有上百個大小不一、描繪着不同人物和主題的套娃，以及俄羅斯風格的建築群，色彩斑斕，彷彿一個童話世界。內蒙古境內的331公路是一條極具魅力的邊境公路，被譽為中國北方的邊境大走廊。它貫穿內蒙古自治區，東西全景，沿途風光變幻莫測，是自駕愛好者和風光攝影師的夢想之路。五里泉因其距離阿爾山市區約5華里，即2.5公里而得名。
它是一處天然的冷泉泉水，直接從地下深處湧出。終年溫度常年在2到3度左右，清澈冰涼，甘甜爽口。由於其水質極佳，富含多種對人體有益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被譽為聖水活泉，天下奇泉。鰲胞是石堆，也是路標與神壇，通常是用石塊、土塊或樹枝堆砌而成的圓錐形堆子。最初它在茫茫草原上起到路標和邊界標誌的作用，幫助游牧民族辨別方向。它是祭祀聖地。後來鰲胞逐漸演變為祭祀山神老神。白狼鎮陸村是內蒙古興安盟亞爾山市一個非常獨特且充滿童話色彩的地方。它因其與梅花鹿的親密互動和寧靜的林區風光而聞名，被稱為親愛的鹿苑或鹿村。烏蘭毛都草原縮集是近年來內蒙古高端旅遊中一個非常亮眼的新星，被譽為草原上的天花板級野車度假目的地。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期的烏蘭毛都草原，這片草原不同於呼倫貝爾的平坦遼闊，是以獨特的幽靈式草原地貌聞名，線條優美起伏有致。它不是一個單一的酒店，而是一個由多家國內頂級精品民宿、酒店品牌共同打造的野車度假集。簡單來說，就是把高品質的設計感的住宿體驗，完美融入到原始壯美的草原環境中。
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是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乃至全國都非常獨特和頂級的地質與森林景觀公園，被譽為東方瑞士和火山地質博物館。蒙古自治區興安盟阿爾山市是中國國家5A級旅遊景區。公園集原始森林、火山地貌、高山天池、溫泉、冰雪於一體，是亞洲近期火山噴發後形成的火山熔岩地貌的典型代表。諾干湖也稱諾干諾爾。
意為綠色的湖是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新巴爾虎左旗的一個著名旅遊景區，它巧妙地融合了草原、湖泊、森林、張子叢林和蒙古族文化，是呼倫貝爾草原環線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諾干湖景區背靠紅花爾基張子叢林帶，面前是廣闊的草原和清澈的湖水，這種草原湖泊與森林結合的景觀，使其風景層次非常豐富，既遼闊又秀美。
海拉爾古城是了解海拉爾歷史與文化的一個必去之地，它並非一座真正的古城，而是一條在清代海拉爾古城舊址。成吉思汗廣場是海拉爾最核心、最具標誌性的城市廣場，也是了解蒙古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廣場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吉思汗策馬揚鞭的巨型雕塑，氣勢恢宏，展現了這位一代天驕的英武形象。